去年9月，新竹五峰乡的清泉部落有翕到山壁顶悬有乌云。顶礼拜嘛有人伫张学良故居的附近看到乌云，虽望即届无人翕到，不过县府同款是提醒乡亲，若假是拄到，唔通惊吓，豆豆退后才袂有危险。那么大只，那是熊还是？民众用手机啊翕到远远的山坎，有乌点在震动，大声喊讲，哪像是乌云。地点是伫清泉水墙一带，甲画面牛啊就挥挥舞舞去。不过民众也是相信这是一对乌云。是不是在动？对，第二只哦，那么大只。去年9月翕到乌云，过4个月，新竹县政府讲，最近有民众通报，伫张学良故居边啊有乌云出入，不过即届无翕到相片，依然是提醒民众要注意。不要紧张，也不要去惊扰它。山区如果碰到黑熊的时候，慢慢的寻原路退回去。那目光也不要跟黑熊接触。记者打电话予土山村办公室，村干事讲无接到民众通报，嘛是在地人的村干事表示，伊50年来拢毋捌看过乌云。若是乌云真正出现2摆，就要有因应办法。有考虑要什么成立巡守队吗？如果是有的话，确实有这个事情的话，那个部落那边他们就会可能会成立啊。张հիմ一听到警报声，随时离开。这是伫美国蒙大拿州，为了减少人甲հիմ的冲突，民众伫马兰达装感应警报，嘛采用电网来管理。粪扫桶嘛是հիմ拍袂开的防蝇粪扫桶。国内这2届有民众通报清泉部落有乌云，也无传出含人有近距离的接触。不过去年发现了，林务署、新竹分署随时伫当地举办宣导活动。新竹分署除了宣导在地民众使用改良式的垃具，避免误伤，嘛推动生态服务给付。在地民众若做顺手对自主通报、顺河监测拢会给付，每年上最6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